表的阶段呢，来自我们选课甜心，我们这位舞者们同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。来，我们的甜心们又来了，小女子阿果冻、奥利威，我们的亚豆妹，对对对，红豆，还有我们的姐姐，那么我们的议员，议员，很多们给咱提供了我们好吃的披萨，要来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嘉宾哦。那么但是大家爱排队哦，爱而且爱排队哦。那学给议员哦，用心。用钱给咱所有贵宾和朋友来挂感情，那么好吃的披萨分享给我们在场的嘉宾，感谢我们的台南市市议员叶坤完、叶议员，谢谢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boys and girls, welcome to the spectacular Thursday Summer Party. Hey, you.